扎西德勒，查西德勒，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等你，然后我们应该是2年了啊，2年了，对， 2年后啊，就是虽然是人生是无常啊，但是无常当中也有一个，有时候我们就有在台北一样，在荣总佛教频道的这个节目里面。对，我们就一起聊一些自己学佛的过程当中的心得啊，其实经历啊，这对吧？其实我也经常看我们那个荣松频道，就是当我想念大家的时候，好吧，师兄，然后我们康布仁波切，我觉得，每一次的谈话，我觉得自己对自己来说，我觉得都是经历过一些经历了，好，所以也特别期待能够跟您见面，因为我觉得你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学习佛法是没有压力的，是可以很生活化的。那我觉得这也是现代这个社会大家特别需要的。对，尤其是我觉得你跟我之间现在所做的一些，怎么说呢？事情本身都是与佛法有关系的，再加上呢，有一些选择的这种地方啊，发展的方向啊，也有一些共同点。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台湾是一个非常这个丰富资源的佛法兴盛的一个地方，对吧？对。但是这个台湾，我们这么说，但是具体来说的话呢，在台北啊，整个这个台湾里面还有其他，就像你现在所在的就是金门、这是不偏偏一样的。你跟我一样都会去了一些资源缺乏的地方。对，尿不拉屎的地方。对，也不能这样说了，但是确实是相对于呢比较，这个偏僻。对，比较偏僻。那我也就是离开台湾，然后后来去到这个悉尼嘛。对。那悉尼呢，就确实是这个一直在努力在弘扬佛法。可是弘扬佛法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很多机会，你遇到很多挑战。文化上、法律上、环境上、人的一些人文习惯上，很多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你现在讲出很多我的心声。是啊，所以就是你刚刚跟我本身就分享这个过程的时候，你说是慢慢在摸索嘛，对，慢慢在了解嘛，对，慢慢在，其实是这个最根本的就是说你要了解到那边的情况，对，然后就是慢慢就怎么去做，才知道一开始想的和真正去到那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对，我应该来分享一个，就是其实所以你就现在要继续分享，就是你的这个。好，其实我在2年前，我那时候就给仁波切，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到一个地方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台湾的外岛就是金门因为我们经常工作嘛会其实台湾的这种我们讲说生活方式，有很多人会要到大陆要去厦门好发展，或者是去旅游，都会有一个小三通的行程。你知道小三通吗？不知道。就是你不需要坐国际机场，OK， 不需要经过国际路线，你就是从台北台中、高雄好像都有，台南也有，对不对？就坐国内的班机，然后呢，你就可以飞到金门，再从金门呢再搭半个小时的船 ，OK， 就可以到了厦门。对，然后你会发现，金门跟厦门很近很近。对，你知道金门有一个大金门，还有一个小金门。在很多年前是没有桥的，所以也是要大小金门要通船。那现在是大小金门有桥了，然后你会发现说，在金门的某一些角度可以直接看到厦门，很漂亮。对，那很多人因为就是可能工作的关系，就是会经过金门，所以就会我们讲的这个就是一个小三通你可以从台湾、金门到厦门3个地方，因为时间很简短这样子。那从台湾到金门演出的时候，你说出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以前在20多岁，我刚出道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着电视台都必须要去各个外岛
对去叫做劳军演出。那就是唱歌给我们的这些军人听嘛。是。对，那以前我们小时候都叫他阿兵哥。对。因为我们那年纪小嘛，就叫他看到他就是当兵的哥哥，就阿兵哥这样，让我们去唱歌给他们听。那其实除了金门之外，还有几个外岛我们都要去。那每次抽到外岛，台湾也要去，台湾有很多军营嘛，你要去唱歌。那我们其实以前电视台是安排抽签的，大家都很怕抽到外岛，为什么呢？因为你去了之后，我们可能搭飞机到那个地方，然后你去那里演出，不是说我到了那里就可以在那里本岛演出，有可能要去小金门啊，有可能去离岛啊，然后因为要坐船嘛，你知道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要去一个离岛。然后就坐船，好不容易的乐器还有很多的艺人都是还蛮知名的，都在船上。到了那里的时候，大家都晕船了，吐嘛，然后甚至太不舒服了，就吊点滴。然后可是怎么办？到那里就要表演啊。后来就那些军人上台唱歌给我们看，然后我有人坐在那个医院推出来的那种很像那种医疗的床啊，然后我们就还有人没办法站起来就会头很晕。因为晕船它不会只有晕一下子，它会晕很久。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在那边看大家唱完了，然后我们掌声鼓励，我们也都吐完了，然后就结束了。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对。但每一次到了那种外岛去啊，就是会觉得说那里很多的军人从各地来嘛，到那里，然后有些人他们也会想家，甚至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会掉眼泪。这个是我对外岛很久以前的概念。可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去深入那里的民间的风俗文化，没有，就是记得是这样。所以就这次去的时候，就去年。对，就是去年我们去办佛舍利展嘛。对。那去其实办佛舍利展之前，我就有特别邀请仁波切说，希望有机会仁波切可以到金门，或是到其他外岛来看一看，因为我知道仁波切有很多的我觉得很有趣的课程。OK。对，而且是很生活化的，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我学习内观禅修或是学习佛法是有压力的，所以我特别喜欢那样的一个方式。放松的。对，但我后来就是到了金门，我们先办了一场佛舍利展。从办佛舍利展，我们必须要提前1个月进驻那个地方，然后布置，好像差不多1个多月，然后展览1个月，前后也花了快要3个月的时间。那因为展览必须要住在那里，因为我们每天就很像去上班一样，早上9点就要开馆，然后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就是要下班嘛，就等到第2天。那这么样满1个月在那里，也感受到了就是金门它这块土地过去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我们说战地。那我们也希望说战争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两岸的这种安定与幸福是过去在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这些我们讲说这些军人这些烈士牺牲了多少的鲜血换来的安定与和谐。那我们也特别希望说有这种佛法慈悲的智慧跟力量，可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做佛舍利展最主要的，让大家去了解佛法是什么。可是就在了解的过程就是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一个就是比较陌生的环境，对，刚开始是用旅游的心。反正我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有朋友会带我们去海边看一看，然后有几个不同的海边，他们都有不同的故事。Okay. 对，然后去一些碉堡，你知道碉堡吗？不知道。碉堡就是以前在战争的时候，里面有可能是储备粮食补给什么，反正很多军人在里面，都是属于军事的地方。然后现在这些地方都是已经是开放。变成一种就是大众都可以去旅游的地方。然后我们去看就是我也经常会去碉堡里面去打坐念佛，就特别漂亮。然后每次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仁波切什么时候要回来台湾，我希望邀请他来看看，真的很棒。那我觉得有漂亮的风景，
然后有山有海，然后还有你知道金门的人，金门的人文有一个特色哦，金门有很多的传统的闽南式建筑，然后有很多是古代那种皇帝御赐的，就是那种匾额，就是圣旨。你知道圣旨吗？我不知道。圣旨就是皇帝，你知道吧？我知道。皇帝要颁布一个圣旨给你吗 ？OK。对。对，知道。对。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圣旨，就是表示说这个皇帝为什么要颁布圣旨给你？表示你可能是一个官，或是你贡献的有贡献的。那这样的有贡献的人，还有类似这种有这种文化的地方，其实是蛮多的。比如说很多当官贤能的人，的房子或是他们的祖先嘛，都在那里。对，那去看看，我觉得蛮棒的。对。所以呢，比如说，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说是我们两个这几年就是在发展的地方和挑战的，或者这种要慢慢的去习惯的。对，或者要了解的，对，或者要摸索的这种很多的环境是比较相似的。对，那欧洲其实是很休闲的一个社会，不像西方的其他国家。但美国纽约的话呢，大家的生活步骤非常快。对，但是澳洲是相反的，完全是它慢活，也是慢活。慢活，你刚刚说的，我们金门也是慢活。金门是慢活，但澳洲是慢活。虽然他们说是悉尼的生活步骤快，但是呢，相对来讲的话呢，已经很慢，知道吗？对。尤其是当地人那个 Aussie， 他们说，他们是他们说是，那个生活就是比较缓慢。和比较享受的一个，所以呢，我们每个星期六、每个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随便找一个公园里面，那边可以有一些生活的地方，可以烤肉的地方。那我们不烤肉，可能会烤一些什么马西肉，或者这种烤那个叫什么那个马铃薯这种。但无论如何，反正就是这是他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barbecue 嘛，那个 barbecue 的这种文化，然后在那边就是晒太阳。在海滩里面全部都是，尤其是当地人的话呢，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非常休闲生活。对。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那边办活动。我在那边做过火供，但是同时也有，就是你做火供。对。火供是一个佛教的仪式嘛，对不对？对。可是他们在那边烤肉。对。然后他们会觉得你很突兀吗？不会。只是他们就是不会突兀。但是呢，政府有规定，比如说什么季节是因为有这个火灾的风险，所以你不能这个烧火。有些地方是可以的，这个呢按照自己的范围内比较安全范围内做的话呢，澳洲是非常包容的一个国家。那我想问你，这个多元文化嘛，但是呢，如果你要信它，你要推广这个东西，你让更多人接受，得到协助，难，你懂吗？都要可能要从布置到搬运到整个过程都要你自己。对，亲自去做一个一个的去安排。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西藏的话呢，不需要嘛，上市就是嘴巴出来，其他都就是他们可能。我有问题就是这些经历我们经历过，但是我产生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整个生活习惯、文化步调慢不一样。那你刚去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状况？譬如我讲我的就是。因为他们步调比较慢嘛，然后我们就急着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嘛。那我们又从外地来的，虽然语言都是一样，但是文化是不同。那我前面有讲说，我们先从旅游慢慢去看，但是毕竟看完了，我们还是要展览，我们还是要工作嘛，他就会急。后来你知道我怎么样吗？你说，我就好几次都去医院急诊。你自己？对。OK。然后，但是最好玩的是。我去看医生，然后在急诊的医生说，就看到我的身份证嘛，还看到我的健保卡，台湾来的对啊，我说医生帮我看，我现在高血压很严重啊，180几啊，他说，哎呀，一看我就知道台湾来的，台湾来一开始都会高血压，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比较紧张。对，他就说我也是，我说你也是，他说我是台湾来的医生，我刚开始也是。就是步调比较快然后来到这里步调慢的时候停不下来，你会觉得你做很多事情，然后你得到的结果都是很慢的。对。但是他说，以我的经验，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得到结果的，只是你太快了，你要慢一点。
慢一点，然后这血压就降下来。然后我说那可是我这几天都这样子降不下来。他说因为你没有真的慢下来啊，所以你要在这里学习慢活，以后你身体就会比较健康。然后我就开个药给你吃，就开个什么？他说这个药可以帮助你安定你的情绪这样子。我说我不要吃药。他说哎，我告诉你，我也都是吃这个药，后来我慢下来了。对。然后后来他就开个药给我吃，那我也觉得这个药还蛮有效的。那我就告诉我的身边的义工朋友，因为他们都高血压，因为都很急，想要把事情做好。后来就带他吃一颗，就1个礼拜，每个人都跟我说。朱莉也吃了吗？对，他也吃，每个人都说丽姐还有再给我半颗吧。然后因为我不敢吃1颗嘛，那医生说就可以半颗这样。吃完之后我们就，速度变慢了。因为白天的速度变慢一点，变慢一点之后。就开始慢慢来，慢慢来。其实这个部分是我们2个有一个地方稍微不一样，因为我本身来自于印度和尼泊尔和藏地的，对，那他们的速度更慢啊，真的吗？啊，当然了。所以呢，我们经常吃到的时候有点讽刺的，有点开玩笑的，是说哦没事，这是印度的时间，就是印度可能我们1点钟，下午1点钟，那就实际上可能是2点才到。但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这个当中呢，我也学习到，比如说这个慢生活对我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确实是我自己有一点点的工作狂那种，对我也是，所以呢，我就是不会很慢，那我不能按照他们的节奏慢下来，又不能因为他们慢，所以就是我也不是因为他们慢，所以我不能慢，所以就是这个中间我折腾自己了。所以呢，我其实是更多时候呢，在网络上用那个自媒体在人生频道，还有 Zoom 上面的那种讲课。对，那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呢，他们慢不慢无所谓。对，是吧？这个就是一种平衡的方式。对。那另外一个你刚刚说了，比如说你们在做素食嘛，对不对？对。我们也是，比如说我们那边的道场呢，每个星期3有素食的一个安排，也就是说每一个大家都自己带各种的素食或者材料在道场里面一起煮，然后就是个个都有不同的素食，然后放在一起吃，吃完之后呢，下午一起念金刚经。对，就是他没有任何门槛，反正你有学佛没有学佛没有问题。但像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你知道吗？金门你也在说，所以呢，你的这个就是。但你知道吗？金门很多的蔬菜水果不是金门本地的 ，OK， 是台湾去的。然后有可能一条瓜可能在台湾便宜的时候是39块，在金门有可能要80块、100块。OK， 你下次要来一定要带菜给我。好，我听说是去日本呢，就是水果是最贵的。对，日本水果很贵。我下次呢就是带菜。对，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啊，我觉得说我们也不是要来做素食的，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理想，就是在我们做佛舍利展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些理想，然后我觉得这些活动、这些想法或许可以帮助到一些需要的朋友。那我也看到朋友的需求，于是我们留下来。那留下来之后，我们刚开始在想要做什么好。那我们都吃素嘛？对。后来我想说，最简单的就是卖面。OK。对，很简单嘛，对不对？我有开过素食店，可是我想又不行，因为真的街上最简单的素食店有好几个老妈妈在卖面。OK。我们不可以就跟他做一样的，抢他的生意，不能抢他的生意啊。后来你是有那个就卖包子，佛心卖包子嘛，你是佛心老板了，所以我们就想卖包子啊，卖馅饼啊，卖这些啊。哎呀，我就开始每天弄面粉，弄，就那个很累哎。那当然了。对，然后又觉得，哎呀，我们做这，哎，也有人在卖这个，哎，有卖馅饼、卖水饺，有一个卖水饺卖好好的。我们因为有一点艺人的知名度嘛，万一被人家广告了，是好像抢人家生意了，我也不好，这个不要卖。后来卖素的卤肉饭 ，OK， 素的卤肉饭，那又看到有一个老伯伯在卖卤肉饭，我们不要卖。后来我们就好像没有那种套餐式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做套餐，就是那种日本的叫
我们做一点对意式的一点法式结合中式，就是自己的这种概念是的，啊弄好一点。然后我们就想着就去做，精进料理的那种概念。对对，精进料理对。然后我们就做，我们就想说都不要广告，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经验在外地去做这些事情，不要广告。于是我就告诉我们的义工都不要广告，不要给我们宣传，反正我有开就好了这样子。就后来有一个朋友，哎，丽姐你在那里那么辛苦，一定要帮助你。他们居然在网络上广告之后，就来了很多的当地的朋友来了，这样后来就变成我们有点忙碌。那有点忙碌之后，我觉得做1天、做2天、做3天、做4天，开始刚第1个礼拜过了之后，有客人来我们就很高兴嘛。可是久了之后，就体力支撑不了，你知道吗？后来就觉得做3天是很累的，做3天是蛮累的，但体力支持不了啊，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再来修正一下时间，所以我后来又改礼拜1到礼拜4，我们自己要做功课念佛嘛，然后也要做其他有原来的写作的工作啊，音乐创作的工作。那5、6日1个礼拜开3天。啊，然后就是提供给就是当地的朋友进来啊吃饭啊什么的这样子。那这个形式过来之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成长最多、速度最快的应该是在金门，因为它离开我们自己原来熟悉的环境，那里也没有百货公司，也没有让你可以去做太多消费的地方，但是因为安静。那么安静，然后看到朋友进来，每一个朋友都是很有善根的，客人都很有善根。他吃饭的时候门口有观音，然后哪边有小佛像，他们都会想要去拜拜，我想去看。虽然那些有可能只是我们陈设的艺术品，但我们就看到他们心灵上的需求。然后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是有限制人数，就是一餐嘛，一个中午或者一个晚上，最多只能有3桌，就是不能超过。那里面的环境才可以维护得很好。然后就有客人说，请问你们这样有赚钱吗？啊，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他们看到这些食材都是当地没有的，都是从台湾每个礼拜我们就是去我们助理坐飞机回来买，然后在早上买，然后晚上晚上的飞机再回去。那是啊，没办法的。对，那我们这样做就是因为希望给大家最好的，尽心尽力的去呈现。那我们发现很多朋友他们说，现在的一个社会的环境，不要说在金门呐，在很多地方你吃不到原形的食物啊。那开店嘛，大家都会重视成本，然后又希望客人很多，就会卖得便宜去竞争。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推广优质的生活。对，我们学习佛法也要优质，对不对？好，不是我们要重质不重量。好，那同时吃的一个生活上吃的概念也是这样。那么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说民以食为天，吃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既然吃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把吃这个概念融入一些真正禅的精神在里面。那真正禅的精神我们讲禅，它不一定是属于我们讲说可能属于佛教，有很多不同的信仰，它也在谈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把这种佛教禅的精神放进来，涵养禅食，就是我尽量做，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没有化学的，没有用我们这个 supermarket 里面买的那种酱料，完全没有，新鲜的去做。后来我就不只是做了这些事情，我还自己种很多的香料，那这些都是我在台湾做不到的事情。那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够支持下来，就是说坚持下来，能够支持我的那个力量，就是诸佛菩萨给我加持的力量，就是上师的力量，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所以从刚开始不能坚持，到慢慢坚持下来，然后到最后我发现高血压到正常，然后对，然后因为我们不就有自己种一些香料嘛，有时候我会把它拿来做果汁，结果那些对降血压是很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最后自己成长了。那想到最初的发心，就是我希望能够来这边可以提供一些生活佛法的概念跟大家分享，想要去帮助一些需要的人，但没想到最后在
应该讲说在利他当中结果自利了。那认真的自利也能够利他，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我觉得很感恩的地方。但我看到仁波切在澳洲，然后我经常看他做的一些分享，我觉得访谈，对我很希望邀请他到金门来，将他在那边的一些经验，然后甚至有一些课程，我觉得非常棒，可以跟我们的一些好朋友来做分享。对，其实我这次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包括您的彭丽老师的这个分享吧。因为我自己也是吃素的，非常重视素食，那吃素有很多不同的，怎么说理由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缘起或者不同的目的，那这个我们不谈了啊。但是呢，吃素本身跟自然而然跟佛教的徒的行为有一定的关系了，对，再加上呢。如果我们是佛教徒的话呢，他吃素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相信是吃素会改变一个人的这种气场，和他就变得更心平气和的，或者整个环境都比较更优雅、更和平，对，更质量，对，同意吗？同意。所以呢，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透过这个可以其实是传播佛法的，对。所谓的传播佛法，你刚刚说的很好，就是不是一定要这个很正式的开一个法会，或一个出家人在高高在上在法座上讲法，或者你穿一个什么汉传不是一个叫什么旗袍，是不是？这个不是一般的居士他们黑色居士对，海青，OK，对，这种海青，然后在那边南无阿弥陀佛，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这次去这个回藏地看我的妈妈，顺便我也去了几个汉地的，就像北京，对，就是让我非常感动。我去了北京的2个餐厅，2个都是好的餐厅，当然他们对我就是这个那边的一些学生，他们带我去好的餐厅。那第一个餐厅我进来的时候，他们也是那种津津乐道一条一条的那种套餐的方式了。对。那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是一个包厢一样的，就是住在那边。然后那个服务人员呢，最后说是，哎，你们想待会儿去看一下的话，我们这个隔壁这个房间有一个佛像，你们也可以看看。然后我们就是没有像，就怎么样，就是这样。吃完了之后，真的要离开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说你刚刚说的那个佛像在哪里？然后他打开了一个，就是一个这种另外一个门。真的里面的那个空间也蛮大的，我们这个房间的应该是有1/3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专门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个日本我们常见的那个大日如来。那个造型和所有的那个上面的一些宝伞啊，全部是非常传统那种古老的风格设计出来的一个大日如来佛在那边，前面有很真实的一个供香啊、供花都有啊。所以我在那边就是特别就是跪在那边，就是真的是很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这个跪拜，然后就是还一起拍个照片啊，这个这是我的经验。第二个呢，我去的是那边的一个叫什么钟楼鼓楼，就是这反正那边的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嘛，钟鼓楼就是一个古代皇帝他们那边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好是已经盘完了，去找一个吃的东西，那去到素食餐厅，那个素食餐厅呢，就是我看到那对面，因为很多年轻人看起来很优秀啊，就是这种就都在那边就是吃，因为他们都很喜欢那边的环境了，看得出来。但是呢，对我来讲，最有吸引力的是什么呢？他们那个接待的那个地方叫服务台，服务台的上方有一个就是一个空间，专门的一个放东西的地方，他们是自己的，里面全部都是树。我仔细看到也都是金刚经，非常精致的那种，特别的这种，这个树的封面呢，全部都是一个那叫什么精装版是吧？对，精装版就是那种金刚经。然后我说这是不是可以请的嘛？他说
这是结缘的，需要水我们都给他们。而且我就打开看的时候呢，里面还有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些比较完整的这种课手本。对，我也非常感动。我说我可不可以拿多几个？当然这个我都有金刚经的，但是他们就这种素食的方式，外面没有说是我们是佛教团队，也没有说是要学佛，都是自然而然来的人，就是接触到这些东西，看到就是有这个能力了。所以呢，我这也是我希望邀请你去我们金门，那你会觉得金门你一定会很喜欢。对，我就喜欢这样的。如果那边不一定要有个金碧辉煌的一个佛的那个什么那个佛殿，也不一定要有一个很多钱挣的一个或者一个传统的一个佛法的环境。主要是就是很开放的、很自然的，一些石头脸，一些在海边，有些这些地方都是对修行和这个佛法结缘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最好的地方。你知道吗？很多人喜欢去金门是有些人是因为路过之后发现金门的美在哪里。对，金门的白云很特别，很漂亮。然后在金门很多房子，你站在高处，你就可以看到海。对。然后甚至晚霞，很漂亮，很漂亮的。这个是。然后经常天空上就会有那种霞光万丈。你可以做金门的代言人呐。可以。然后还有就是金门的人文，金门的人其实基本上就是那比较保守，但那里的人就是很淳朴。对，那像我们自己不就做素食嘛？对。那刚开始客人来吃饭，他是网络定位，他也不认识你，可是他来的时候，他说你好，我是今天有定位的，然后我们助理就会带他去他的位置嘛。结果你知道吗？他就我这包是要给你们的，他自己摘了一包菜来。那我们经常会有客人就会送菜呀，送什么，然后他们对于我们店里面陈设的某一些佛像。还有佛教文化，他们是很有兴趣想去了解，于是他们进来都会问这些是什么。我曾经就是有很多年前在在哪里和平东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餐厅。对，那边我去过吧，真的是非常优雅、非常质量的一个环境，就在台北新一区还是哪个？对。但是因为师大的旁边，对，在师大旁边，但因为在金门就是，所以我相信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进来的人能感受到这个氛围。对，这个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像善忘信心、清净心。一进来的时候，让他有很舒服的感觉，对，很愿意待在这个环境。对，这就是第一个结缘。只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我在那里做的功课，一开始最多做什么功课？跟你有关。好，你说。就是六祖坛经。OK。因为我其实以前是没有接触六祖坛经，然后但有一次就帮仁波切主持那个六祖坛经，仁波切翻译嘛，哈。对。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2019年。对，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六祖坛经为什么要翻译成藏文的？对，然后因为藏文有藏文的文化嘛，哈。后来呢，我去看六祖坛经，为了要主持我有认真看，因为以前只是听过，然后认真看之后，反正就是那个活动主持完，我就觉得，这个经典是很重要的，因为六祖坛经谈佛的一个心法，哈。那其实我也就是因为从那个时候结下了这个因缘，那我到了金门的时候。我们的大门就切了一片金刚经啊，但我后来因为我觉得金刚经它就是可能原始佛教也有，然后我们显密都知道这部经典，可是你真的要去体悟，真的要去了解它并不容易。只是你会觉得它好像很简单，其实它有很多的心法在里面，不容易的。那如果说我们读了六祖坛经，再去看金刚经，其实配合之下会更容易懂。那个时候我们因为门口贴了金刚经，经常每一天都有人路过也有大陆的，现在有开放嘛，大陆的陆客会经过都会看，然后他们会拍照，我们变成观光景点。那也有人会问这个什么意思什么，那我们会简单的去引导他去了解。但我觉得我最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读了六祖坛经，然后在那个地方心安住下来，去理解六祖坛经它的内容，它谈到的这种比较直指人心、比较开门见山的一些使你比较尽快去理解佛法的方式。好，
那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人都姓卢，然后六祖姓卢，然后我认识当地的人还跟我说，我们的祖先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因缘。那我就发现说，我们那里的朋友他们很喜欢禅文化，然后特别有很多人会问我，他以为我们是一个禅修中心，所以问我说，你们有没有禅修课程？我说目前没有，但是我们未来我们会希望邀请到老师来这里做指导。那我发现这是一个很适合现代人的趋势。是，因为金门其实过路的观光客是非常非常多，那我就发现很多人他会拿着手机去巷弄里面去找一些特别的地方。那我觉得人会想出来旅游，它就是一个概念，说我想放松，我想宣泄，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他放松，没有压力，又可以除了宣泄以外，他又可以获得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先要让他愿意坐下来，对，坐下来他就开始会思维，看到什么他就会有心，对，然后他会慢慢的去思维。对，那我们当初在就是要有内容嘛。对，我们当初在创造这个点的时候，因为难免需要佛像需要什么，可是当佛像运过来的时候，它有可能是坏了嘛，可能点碰到坏了，手指头断，然后我就开始试着自己去修，去修去画，然后一点一滴的打造这个地方。是，那因为自己已经在那一段时间融入了之后，才发现说，其实这个世间我们所做的，不管是我们发愿也好我们必须要去做也好，我们跟着上师或跟着朋友去做也好，我觉得都有它的因缘嘛。对，都有它的因缘。对，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坚持下去。我们邀请仁波切一定要下一趟。对，还有就是你刚刚说一开始就是那种缘起，我觉得很好。那个舍利子确实是在舍利他和舍利子呢，就是佛教还没有那么的兴盛或没有根深蒂固的，就是有一些佛法文化比较那种气氛的环境里，对，更需要佛塔和佛舍利。然后就是有佛塔和佛舍利的时候，他会慢慢就我像昨天早上跟另外一个堪布在访谈嘛，他也在刚好也是感谢仁波切的弟子，他也是像是在墨西哥墨西哥那边地方，墨西哥嘛，中文叫墨西哥 OK， 对，墨西哥那边有很多弟子的。那我跟他说你是怎么传法的？他说当然是要看情况吧。就是刚刚一个就是对佛法没有这样概念的人来讲的话，他就是坐在一起，就是要一起可能会去游泳去跑步马拉松对吧？就是喝咖啡在咖啡店甚至可能就是他是出家人的身份，应该不会去卡拉 OK， 之外的基本上都去了。他也发给我照片，真的他非常生活方式传。对。但是他说有一定基础的时候，他说他也就是就是让他们一起，他们就是在那边就建了一个佛塔。而且这个佛塔呢，后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这个佛塔建修的过程很艰辛，就是艰难辛苦，但是呢，弄完之后他们内心就是这个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嘛。后来呢，他们自己也慢慢绕嘛。这个就是真正的长远的这个，他们要成为一个佛弟子，然后要愿意继续修持不放弃的话呢，就是需要这种环境。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些基本的缘起都已经很好。我觉得基本就是，所以将来就是很好。对，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发愿嘛，我觉得相信你的上师也跟你这样说的。对，但是就是说远离就是最对，就是其实已经也是去年到今年已经满1年了，过了1年以后，我才渐渐心能够安定下来，因为我觉得。刚开始不同环境，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我们自己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也真的要很用心去感受那个发心，就像仁波切讲的，心要很清净。对，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好，比如说你在这个1年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都是要自己去做。对，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以前没有想象过的，没有做过，都要自己去做，很辛苦。对，但是对你来讲的话呢，就是成长最快的，或者就是这方面最满意。
但除了你自己成长之外呢，这一年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周围的环境的认同啊？对你的这个那边的，也并不是说是纯粹弘扬佛法，但是确实是离不开弘扬佛法嘛。对，这种一个生活当中的这种这个理念的一个弘扬自己的一个理念的这个事业，有没有更有信心？有，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其实我很久他们的认同，无论是政府或这个居民，对，因为都要嘛。刚开始他们会觉得你好奇怪啊，你要做生意，你有一点歌手的身份，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很多人问我，那我刚开始我就是满怀对佛法的这种我们信心，热情，我要做一些有关于佛法的事情，希望这些事情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可是每一个人都就是会用奇怪的眼神去看你，直到他们看到我们打造的这个环境，然后这个环境是有别于可能金门的传统的文化，然后也看到我们做的餐那么用心，甚至他们可以算得出来，这个东西是很贵的。比如我们烤一个桃子，可能在很贵的时候，那个桃子要70-80块，然后又做了一个什么，那个东西要100多块，那算一算你的一个餐才几百块，请问你有赚钱吗？那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我们自己的工作人都是讲好了，我们不管有没有赚钱，就是把最好做出来。反正你有付钱，然后把钱拿去买菜，不够也没有关系，我还有做别的工作，我可以补贴。所以连工作人员就说没有啊，但是我们很开心，他们会觉得你们这一群人很怪。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菜，我觉得它对身体很好，我就送给邻居。然后渐渐的邻居开始出来跟我们说话，来了解说，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我觉得我就不敢讲那种太多宗教的搞掉的或者对，我说我觉得金门很好，然后我很喜欢，这也是一种成长，对，也是一种成长。然后后来他就说，我看到你们有佛像哎，我看到你们有观音，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都说我觉得心好安定，然后你们一看就知道是台湾来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就说因为我们这里年轻人很少，然后也不会那么认真工作。我看到你们每天清洗，每天打扫，做很多事情。然后我看到那个佛像啊，我们那个楼上我们就挂了安坐了一尊很大的观音，然后楼下也有。他说还有看到那个经文，他说我看到了我的心感觉很安定。而且他们就讲说以前这个房子嘛，因为经过战争，经过什么，经常都没有整理啦，然后也没有人敢住在里面，甚至他们传说这是一个鬼屋，类似这种说法。他说可是你们在里面都没事啊。我说对，所以心中有佛，你的思想就会充满光明跟希望。你心中有鬼，你到哪里都会怕怕的。所以后来邻居跟我们处得不错，甚至只要就是晚上我们有客人定位，邻居就会拿那个卡拉 OK 在那边唱歌。那有一天他没有唱啊，我就问他说请问大嫂你怎么最近没有唱歌？他说因为你们这几天没有客人啊。所以我们有客人的时候他就无聊嘛，就去唱歌。那我发现他唱歌的时候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那我从这里去看，就是说一个人啊，不止他，就是每一个人真正开心的时间并不多。那这就人生无常，有时候我们碰到无常的事情，情绪马上就变了。那他开心唱就好了，我们也不会觉得他很吵，我们反而会觉得看到他开心了，好像我们自己好像升起了一点点悲悯心，我希望你开心。那这样的一个概念长久下来之后，我们心里面也不会容不下跟我们不同想法的声音。那从这里去培养一个我觉得慈悲心吧。那我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工作人员。那渐渐的大家在这里一起，大家的心都一样，就比较安定，越来越安定，越来越安定，就开始会觉得夕阳好美，白云好美，风吹过来很凉。那以前都不一样，会觉得又天黑了，又白天了，好热哦，好冷哦。可是当你的心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一切对你来讲，其实因为你的心就转化了那些负能量的感觉，然后你到了哪里，人家看到你很开心他也会改变。比如说在路上，我就跟人家问好，刚开始有些人会觉得这好奇怪，但是我还是就是我很喜欢那样一个开心嘛。那渐渐的越来越多人他们会跟我一样，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超越语言的，就是好像超越这种文字是文字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乐法的力量。所以我后来也在那里真的体悟到很多。对，那我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这和那个当中，比如说练举啊，你们这个互动啊，这个当中，很默默无闻的一种比较那边的一个小居民，或者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甚至你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特别的一些关系的，让你很感动的，有没有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其实让我感动的事情有蛮多的。那我举例啦，就是说我们有附近的邻居吧，有他那种喝酒，就每天酗酒嘛哈，每天喝酒，那其实有几个都这样子，那都一直酗酒，他一定会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然后有时候喝酒醉会进来，刚开始其实我会有一点害怕，然后后来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害怕？那反正身边都有其他人，他每一次的借口就是我要进去，我要拜拜，他就这样讲。那你又不能说，他就站在观音菩萨前面，你跟他说对不起，这里你不可以拜拜，不行嘛。所以我们就习惯你拜吧，拜完了他又要坐下来，我说你拜完了，明天再来拜，好，就每天这样。然后后来他比较清醒的时候，他也进来，那我也搞不清楚他有没有清醒。那我们就发现，他就说你不用担心，我今天没有喝酒，我拜一下就走。我就发现他每天进来拜一下，然后他就去上班。后来他开始跟我谈他的人生一些辛苦的地方，那我们也就告诉他，大哥不要喝酒啊，那你不要喝酒，你拜佛心清净了，你很容易感受菩萨的加持。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每一次来都没有喝酒。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觉得有你们在这里很好，我们的心很安定。那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菩萨的信仰嘛。所以我从这里去感受到，就是说很多人看起来是很正常很健康，但是菩萨救苦救难不是说只救那些生病的人，或者你看起来他可能有也就是说可能是有残障啊，不完美，不是。对，菩萨救苦救难，它包含了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完美，就是好像就是很完整的，甚至你会觉得他很有钱，你会觉得他好像很幸福。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在，你很难去知道他的状况是什么。那这个是我真的在那边比较容易去体会到的，因为毕竟那个地方安静，我们会比较用心去想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环境很重要。非常谢谢，今天我们就这个在这1年多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在那边的一些经历所得一种体悟。其实我常想说，像仁波切，因为也是在一个在心灵必须要给他们滋养的地方。就是其实是更辛苦的，更不容易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还有仁波切还有很多的前辈，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愿意做？那我觉得我体会到了。所以有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跟着我这样做，你也可以去体会到那种法喜充满。好，谢谢。Namo